时阵，我真想要来找一个无人的所在，暂时来避开伫这个喧哗又复杂的世界，予我宁宁静静，宁宁静静为过去所做的想看覓。有好有歹，面对将来，应该如何重新安排？有时阵，我真想要来找一个无人的所在，暂时来避开伫这个喧哗又复杂的世界，予我宁宁静静，宁宁静静为过去所做的想看覓。有好有歹，面对将来，应该如何重新安排？宁宁静静为过去所做的想看覓。